来这几天，全台湾的长辈时代拢到县市政府指定的地点来注预防射，但是有不少的时代对注这个预防射是真担心，都惊注咧有副作用。也毋过嘛有温暖的画面传出来哦。而这个高雄市的桃园区，有不少的长辈是信基督教，里长为着要让长辈安心，是带着长辈做伙来祈祷。另外，伫咧台南东区的主任秘书看到有老阿嬷徛伫路边等要注射，是等甲安尼一直带，是甲阿嬷直接抱起来抱入去注射。全台时代组疫苗透过画面会使看到嘉义、高雄、屏东各地注射站拢真无闲，医护人员各有4天规工拢无用咧做工课，互人看甲真佩服嘛真唔甘。其他所在嘛有人来斗3工。高雄原乡里长为着安大时代烦恼组疫苗会出现的副作用，伫边啊陪伴祈祷，互时代人会当安心注射。台南二照专车的司机替时代人下安全带，为着要互时代人伤操劳，因专工对南化关山的偏乡开卖2点钟，甲人送到注射站。阁有区公所的主任秘书伫注射站斗3工的时，看到阿嬷伫边仔等，因唔甘互时代人徛伤久，直接甲阿嬷摸入去。阿嬷的手一直发抖，发现她已经快站不住了，就来帮她服务一下。全台湾注疫苗，无论是辛苦的或者是感动人的过程，拢互记录。真正要感谢有遮的人，才会当互注射的过程遮尔顺利。